恁请到这个乐团，爱叫做农村的武装青年安尼。为虾米咧？因为我迄时阵其实是受到迄个杨儒门的影响，就是百米炸弹客。了解。这阿达吼，伊有帮阮社区写一条歌，这条歌甲拄才咱看的南马歌、八宝准有关系。哟，其实我是家己翻到乐歌产之歌。如果产之歌，来，如果产之歌的谱写鼓励起来。阮是落水溪的囡仔，住伫北宝湾泉边仔头。你若有闲就来佚佗，烧酒来边仔头游大沙，做伙来边仔头游大沙。阮才有掺着人情味的乐歌啊满歌，做伙来边仔头游大沙。咱看目交陪免论输赢，欢喜着